今年中秋有没有想吃什么月饼来应景？台南有饭店业者就率先推出赏心悦目的月饼礼盒，由总主厨高文强和主厨甘明祥联手研发6款口味，除了有源自日本和果子做法的凤梨冰酿茶梅和咸甜有致的金月奶黄流心以外，今年还特别将文旦入味，挑战文旦蛋黄月饼。期待推出一般接受度较高的广式月饼以外，也以不同的内馅让民众尝鲜。这次我们的月饼也是结合我们当地的食材了。那我们基本上这次是8个的月饼，6种的口味，然后其中有2种是结合我们当地的那个凤梨啊，还有柚子，做一个食材的那个推广。除了6款月饼等你细细品尝，另外月饼礼盒的设计也是一大巧思，因为上下合盖就是托盘，可以一边吃月饼，一边沏上一壶茶和家人团聚，让精美的盒盖可以循环使用，回归日常生活。我们今年的中秋礼盒设计呢，是走一个比较环保循环的一个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月饼礼盒呢，它还可以再次的使用，那可以当做日常的小物循环，或者是说可以当做是托盘这样的方式去运用。饭店年年推出的月饼礼盒求新求变，已经累积出好口碑，所以限量6000盒总是完售。而且今年虽然食材、包材都上涨，不过价格却反而亲民。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